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3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45天。前线共发生了167起战斗，其中64起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罗斯10月21日对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能源基础设施的轰炸，导致10万居民断电，部分地区停水，无人机袭击的持续威胁延缓了电力维修工作。21日晚上，乌克兰发起反击，巡航导弹大规模轰炸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和攻击无人机也将加入导弹袭击的行列。俄罗斯的沃恩科尔克里米亚发出空中警报，天空中有11架乌克兰飞机，我们预计暴风阴影，导弹即将发射。事后乌军的总参谋部也证实了俄方的预警并非空穴来风。乌军总参谋部宣布今天对布良斯克化工厂发动了导弹袭击，包括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的风暴阴影导弹。布良斯克化工厂是重要的军工企业，遭到致命的打击，俄方损失惨重。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通报乌军已收复多布罗皮利亚战区的库切里夫亚尔。最重要的是此次行动中俘获逾50名俄军士兵，为乌方战俘交换资源再添筹码。这个村庄就是咱们以前老说的被乌军包围，围而不歼，然后吸引俄军来救援叫围点打援。那现在乌军终于在这儿画上了一个句号，有可能是俄军最终放弃抵抗，就不再对这地方进行增援，也就是它失去了诱饵的功能。乌军干脆顺势就把它拿下了，同时还俘虏了50名俄军士兵。该村庄东部残余俄军部队现状尚不明确，这个有可能是开战以来一次抓获俄军俘虏最多的这么一个战斗。这个也从侧面证实咱们以前说的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用无人机搞了一个什么隔离带，对吧？死亡地带，看样子还是很有效果的。乌军用海马斯对新帕夫里夫卡方向的俄方阵地进行联合打击，袭击由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和航空兵实施，俄方损失惨重，死亡人数超过30人。乌军由第154和第5摩步旅负责协调行动。俄罗斯车里库宾斯克州州长阿列克谢特克斯勒证实，该州科佩斯克市的一家工厂当地时间10月22日晚发生爆炸。据紧急情况部门最新消息，爆炸已造成12人死亡，7人受伤。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家工厂主要生产采矿用的炸药。经紧急情况部门调查，初步判断爆炸原因是工作人员违反安全技术规定。简单点说就是烟头惹的祸实际上更有可能是敌后武工队干的。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其部队夜间袭击了梁赞炼油厂，引发爆炸及大火。该厂隶属于俄罗斯石油公司，年加工原油超1700万吨，是俄罗斯中部地区最大炼油厂之一。同日夜间，别尔格莱德州瓦卢伊基附近一处弹药库遭无人机袭击，已被确认摧毁。无人机还袭击了当地的叫加杰列沃空中基地。有媒体说乌军的此次袭击使用了佩科导弹无人机。这个乌克兰新研发的叫佩科洛导弹被称为火箭无人机，实际上是一种微型巡航导弹，2024年底研制。根据公开数据，叫佩洛克导弹无人机射程可达700公里，速度可达700公里每小时。说目前这个弹头具体参数还是保密的，但其火力足以成功摧毁一般建筑。也就是乌军现在用自己的远程武器，自己研发的，在打击俄罗斯的纵深呢。根据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奥伦堡州方向一座大型天然气加工厂稍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后，被迫暂停接收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这座天然气处理厂的规模堪称全球最大。乌克兰总参谋部承认昨天乌军特战部队与俄罗斯抵抗组织黑火花协调，袭击了距离乌克兰1500公里的奥伦堡天然气加工厂。据报道，该设施发生
了爆炸和大火。自今年8月份以来啊，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油库等能源设施发动一系列无人机袭击后，至今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越来越频繁。仅10月20号一天，俄罗斯的新库伊比舍夫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而停产，俄匈友谊管道供油的炼油厂发生爆燃，克里米亚叫瓦格尔迪斯克地区一个油库被炸毁，5座储油罐燃烧，这导致俄罗斯的汽油危机继续加剧，甚至大后方的远东地区对汽油销售都实施了限制。根据网络媒体报道啊，位于伊尔库斯克的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和外贝加尔地区加油站已暂停汽油销售。自10月21日起，该连锁加油站每位顾客最多销售20升92号汽油。当地一位居民抱怨道，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加95号汽油的地方了，而92号排着长长的队，没办法，我只能花高价加了100号的高耗汽油，这可能会对我的拉达发动机有损害，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随着天气变冷，能源供应紧张，对吧？电力供应啊，现在有缺口，经济压力相互交织，俄罗斯啊，这个冬天啊，注定不平凡呢。乌克兰的这个持续的攻击俄罗斯的油气设施，有量变引发质变，俄罗斯燃料危机啊，持续存在。在俄罗斯石油之都苏尔古特，居然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司机在开门前等待数小时，只为购买稀释的廉价汽油。这些司机啊，顶着风雪排着长达数公里的这个队伍，仅仅是为了加20升汽油。而该市啊，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主要油田总部所在地。这个我看到这个场景啊，我就想起了这个《水浒》里面林冲，就是那个火烧草料场啊，叫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雪下的紧啊，林冲啊，用他的枪挑着他的酒葫芦啊，把门关上去买酒。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桥段啊，我感觉俄罗斯的这些老百姓开着车去加油站排队，冒着大雪啊，那雪下的紧啊，然后去排长队，就为了加20升的汽油。林冲为了御寒是吧，去附近的一个小酒庄上去买酒，顶着风雪，那雪下的紧，回来一看房子塌了。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大国，居然到了这么一个境地，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所谓的北约东扩如果成立的话啊，真的北约对俄罗斯有威胁，那所谓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威胁就是俄罗斯人连加油都加不上，大雪天里冒雪排队，为了所谓的北约东扩的威胁，俄罗斯人到这个境地值得吗？何况对吧？所谓的北约东扩只不过是个借口。最关键的是，乌克兰这个对俄罗斯纵深的打击是不会停手的，会一直打下去，而且范围会越来越广，不仅是炼油厂、能源设施，还包括变电站、电厂，对吧？这个冬天啊，本来就很冷，这俄罗斯的老百姓啊，再也没有办法岁月静好啊。终于他们感觉到了战争啊，还是影响了他，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俄罗斯人呢，也做出了反击啊。今天应该是昨天呢，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的一所幼儿园。我想这个视频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很多救援人员呢，抱着这个儿童，抱着幼儿园的小孩，在紧急疏散。这俄罗斯人啊，打仗已经不分这个民用目标和这个军事目标，打到哪儿就是军事目标，先射箭后画靶，对吧？按照俄罗斯和黄俄一贯的说法，那这个幼儿园下面一定是有北约的指挥部大于，要么就是北约的雇佣兵在下面，所以才要炸。但是比这个更可悲的啊，是有些国家并不在战争之中啊，比如印度没有战争，但是他们的幼儿园也不安全，对吧？他们的小学学生呢，放学的时候和平时期啊，居然会发生惨案，有人开着他的电动车啊，疯狂的冲向刚放学的小学生，造成10几人的伤亡。这个恶劣程度啊，远远超过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不管怎么说，他还有借口，因为他们处在战争状态，然后他们可以说是误炸。但是你说印度是在和平时，更可悲的是，出了这样的事情，媒体居然全部处于静默状态。乌克兰人的幼儿园被炸，全世界都知道了，而印度的这个小学的吧，学生被撞，居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到底谁处在战争状态呢？我们接着看啊，乌克兰方面说啊，俄军的王牌军发生大规模逃兵潮，超过4500名俄兵逃离在乌克兰南部作战的第58集团军，在奥里西夫地区与乌军
交战的俄军正在遭遇大规模逃兵。这个58集团军我很清楚啊，它实际上是它有个外号叫高加索之矛吧，还是叫高加索之盾呢？总之啊，这是58集团军呢，是格拉西莫夫的嫡系部队啊。当年就是格拉西莫夫指挥这支部队这个扫荡车臣，2次车臣战争啊，都是这58集团军是主力啊。所以这个车臣战争结束以后啊，58集团军就驻扎在高加索地，就是震慑车臣和高加索那些国家。那现在58集团军啊，调的我记得应该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方面说啊，有4500名俄兵逃离58集团军，你给人感觉58集团军已经溃败了。这个58集团军啊，应该是俄军的精锐，绝对的王牌军啊。如果这个军的发生逃兵，那你说说，他的前军长啊，应该叫波波夫少将，因为倒卖这个费甘金啊被抓，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对吧？这个王牌部队啊，王牌军的军长居然说在前线倒卖费甘金，现在正在登缝纫机啊。不光是这个58集团军的前军长啊，这个俄罗斯的前国防部长叫铁木尔伊万诺夫，大家知道吗？铁木尔，你一听这姓，大家应该觉得很亲切啊，他就是那个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现在的这个俄罗斯这么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同志的小老乡啊，原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绍伊古啊，一调离这个国防部啊，好像这哥们就进去登缝纫机了，就落网。这哥们啊，现在已经判了，因贪污被判13年。但是这个铁木尔伊万诺夫这个前国防部副部长，他表示啊，他希望前往特别军事行动前线担任突击队员。他的历史22日表示，伊万诺夫前往前线的想法完全真诚且经过深思熟虑。他补充称，律师团队目前正在对此进行研究。据说啊，这个绍伊古同志的小老弟啊，小老乡在狱中啊已经减重15公斤，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并进行耐力训练。律师强调啊，伊万诺夫并不打算待在后方。这个贪污总金额达到41卢布的前国防部副部长决定啊戴罪立功到前线。我倒是觉得啊，这个对伊万诺夫来说是个明智之举啊，因为他好歹以前是当过国防部副部长，对吧？这个谁还没两三个好朋友？现在军中呢有些对吧，前线呢还给他个面，到时候关照他一下，给他找个安全的地方猫在那儿，猫个半年1年的，只要不死，这不就回来就正常了吗？13年牢就不用坐了，这完全可以做到，对吧？前面哪个旅长或者是团长安排一下，这都小事啊，找一个危险不大的地方。大家相信啊，这个在俄军里面这不叫事啊。再说了，绍伊古好歹那还安全秘书嘛，格拉西莫夫那也还是老领导，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想法很聪明啊，到前线去将功补罪。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首先啊，这个挪威首相叫斯特勒宣布提供15亿挪威克朗援助，用于在冬季来临前帮助乌克兰保障电力与供暖供应。他表示啊，在与泽连斯基总统会晤期间，我们阐述了挪威计划在2026年前持续支援乌克兰的规划，相信这项支持将会持续保持强劲力度。这个说实话啊，挪威啊，我的印象中好像挪威还不是欧盟国家吧，好像是。但是挪威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实打实的，对吧？一直在默默的啊玩命的支持这个乌克兰。欧洲媒体报道啊，他说这个在特朗普的批评声中，这特朗普老指责这个西班牙啊，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啊，西班牙将加入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的计划。这个特朗普老是指责西班牙这个国防经费啊太少，对吧？没有达到 GDP 的3%还是5%，对吧？你太少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一块是不留情面的啊，天天骂欧洲啊。这桑切斯被骂的受不了了，现在只好答应了要为乌克兰掏钱了啊，专门就是乌克兰从美国买武器啊，这个西班牙要掏钱，因为特朗普威胁啊要把西班牙开除在这个北约之外。这个西班牙好歹啊面子薄，一说人家马上改正，这跟匈牙利跟那个什么斯洛伐克不一样，脸皮厚啊。这个周四啊10月23号，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在此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重申对乌克兰领土完整性的支持，尝试一项提案，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基辅提供巨额贷款。这个方案咱就不介绍了，我以前介绍过了啊。那么这个提案啊，第一笔贷款是1400亿欧元，目前这个基本上障碍已经扫除了啊。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啊，说比利时对使用1600亿俄罗斯冻结资金援助乌军已经表态同意了啊。就是说比利时的首相说啊，他说我们不会是唯一向俄罗斯付钱的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到时候俄罗斯要报复的话，咱们一起上啊。咱们
说通俗一点啊，就是欧盟啊一起上，因为这个1600亿欧元这个资金都是比利时的央行给冻结的，然后这个欧盟啊，对吧？让比利时，哎，你得把这钱拿出来花呀，那比利时就害怕到时候俄罗斯要反制比利时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比利时的意思，如果俄罗斯要反制比利时，那欧盟一起承担这个责任，那这个我觉得合理啊，对吧？这个应该不是事。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很多欧盟的国家，对吧？它有额外条件，什么额外条件呢？对吧？大家都在打算盘啊。我就举个例子，如果你把这1400亿欧元的钱都去买美国的武，那人家欧洲就不愿意，就说这众口难调，有的国家愿意，有的国家就你比如说那些它能生产军工的这些国家，对吧？我们自己的东西你不买，跑到美国去买，什么意思？就是拿我们的钱去美国买，对吧？就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经济战都要算的，对吧？每个国家想法不一样，所以说啊，这个欧洲呢，那意思就是你这个钱啊，1400亿欧元，你怎么花？虽然是贷款给你，但是我们的管，你只能在欧洲买武。那乌克兰呢，当然不希望的，对吧？你给我的钱，我全球买武器，谁的武器好用，谁的武器管用，我就买谁的武器。如果就在欧洲买，你的产能又跟不上，对吧？你的武器性能不一定跟得上，那不耽误事吗？所以乌克兰呢，当然希望说这个钱我自己有这个主权，因为你是贷款给我的，怎么花我自己定。所以说，那欧盟跟乌克兰之间也有这些小的这个冲突，那么他们就得协调。那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恐怕就是1000亿欧元用来指定买欧洲的武器，那么400亿欧元呢，你乌克兰自己自主决定买什么武器，大概就这意思啊。那一定是大家谈判，这样欧盟人家才愿意，要不然或者欧盟担责任把钱给你了，你跑到美国去买武器，对吧？你或者你跑到土耳其买武器，那都不是欧盟国家，那他们就是吃亏嘛，这可以理解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从这个泽连斯基参加这个峰会受到的欢迎程度，那么大一个圆桌子这泽连斯基一个一个的握手拥抱，那简直对吧？你实际上这个就是展示欧洲的团结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团结，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到了乌克兰和欧盟和欧洲这些国家那是真正的兄弟是手足，是城门失火池鱼遭殃，不就这意思吗？唇齿相依的关系，真正的你想一想，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得逞，下一个是谁下一个不是波罗的海三国，那就是这什么德佐地区对吧？俄罗斯还有部队在那儿还有一个军火库，俄罗斯把那儿控制了，那个就是叼在俄罗斯嘴里的一块肉，只是没有咽下去。一旦把乌克兰搞定了，就是过去把那个先咽下去，那你什么罗马尼亚是吧？那什么乌克兰、奥德萨都得准备倒霉。所以你看欧洲是越来越团结对吧？不管你特朗普跟普京俩人玩什么花活，对，人家按部就班的往前推进。你普京不管怎么谈，反正你战争赔款我已经替你付了。这个关于这个乌克兰和欧盟，对吧？他们一致声明要求就地停火，然后不能用武力改变边界。我昨天已经讲过了这个为什么俄罗斯不同意呢？这很显然俄罗斯同意不了，没法同。那么这个欧盟第19轮制裁，对吧？已经公布了，欧盟全面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全面禁止向俄罗斯提供这个数据服务，限制俄罗斯的官员进入欧盟，制裁俄罗斯的影子舰队117艘船只，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一些银行，这里面还包括印度的好像10几家公司也受到制裁。就我在想这个时候了，不能因为俄罗斯这么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对吧？生意做的也差不多了，该收手就收手给俄罗斯卖一点尿不湿吧，餐巾纸、卫生纸什么的也就算了，这个钱赚起来没够。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这特朗普现在一天三变呢。首先是这个特朗普他宣布取消了和普京在布达佩斯的会面，因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不合适，因为浪费时间，因为俄方在停火这方面态度强硬。卢比奥和这个拉夫罗夫两个人碰了一下，发现俄罗斯的态度根本没有软化。那特朗普说没必要浪费时间，取消布达佩斯的会面。这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特朗普说他认为是时候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了，但是他又说希望制裁不会持续太久，也就是说普京什么时候回心转意那我这制裁还可以取消那我先给你制裁上，就这意思然后特朗普还说每次跟普京聊天煲电话粥那心情非常愉悦，聊得特别开心，对吧？我能想一下粉丝给那个偶像打电话，那能不开心吗？完了之后关键打完之后就没有进展，所以他也很气恼那特朗普并没有把话说死他只是说那我现在不见面了，以后还要见，我先给你制裁上以后还可以取消，变成这么个态度。所以这个好像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是不是马上就宣布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个贝森特执行特朗普的这个指示那很坚决美国财政部这贝森特宣布要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发起制裁。那这个制裁是很要命的
就是根据这个贝森特的说法，那这2家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啊、能源公司啊，在美国的所有的资产马上就被冻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所有的公司都不能通过美国啊跟这个2个石油公司进行交易，然后啊，任何与这2个公司交易的公司，美国都要对他们实行2级制裁。那他这个制裁啊，如果彻底实行的话，那个压力啊打击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是精准的打击普京的钱袋子，所以这个确实啊也威胁到了俄罗斯，也打疼了俄罗斯啊。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的口爆界一哥啊，这个梅德韦杰夫啊出来开骂。梅德韦杰夫指出啊，他说如果某些评论家还抱有幻想，那一定会受到回应。美国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爱说的维和者现在完全走上了与俄罗斯发起战争的道路。梅德韦杰夫强调啊，说特朗普完全与欧洲团结一致。这个梅德韦杰夫认为啊，特朗普取消布达佩斯峰会以及美国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是对俄罗斯的战争行为。他指责特朗普与疯狂的欧洲同流合污，并且啊，这个梅德韦杰夫进一步指出，这是特朗普的战争，而不是拜登的战争。这显然是跟特朗普唱反调啊，因为特朗普对吧，言必称这是拜登的战争，而不是我的战争，对吧？如果我当总统，这场仗就打不起来。结果这个梅德韦杰夫啊，那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专冲这个短处接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吧？你特朗普老说这是拜登的战争，那我就替拜登说句话，这不是拜登的战争，这是你特朗普战争。这个梅德韦杰夫啊，最终呼吁加强军事打击，而非谈判。那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左一下右一下啊，不着调，不仅影响到了乌克兰，影响到了欧洲，同样啊，它也影响了这个俄罗斯。目前这个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还有匈牙利的这个外长，按照他们的说法啊，这个布达佩斯的这个会晤啊没有取消，也就是双方还在谈，还在什么时候举行不知道。那咱们可以理解成这个特朗普纯粹就是一个施压，也就是在这个普京啊到布达佩斯之前，特朗普还有一些变化，来来回回施压而已，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一会儿制裁，这恐怕都是特朗普的一些手段吧。我们还是静观其变的，也是主要看特朗普做什么，对吧？他说什么，他随时会改。比如说啊，特朗普的就指责这个《华尔街日报》吧，还有美国媒体造谣，造谣什么呢？昨天对吧，有《华尔街日报》说这个特朗普啊，这个放开了乌克兰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个限制，然后特朗普还专门辟谣啊，他是认真的啊，在记者会上辟谣说，他说不是那样的，说我允许乌克兰用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我没有那样做。他说再说他们也没有在用我们的导弹，他说我认为他们用的都是欧洲的导弹或者来自别的地方的，但绝不是我们的。他们怎么用那些导弹我控制不了，他说我能控制的是我们的导弹，而乌克兰并没有发射我们的导弹。华尔街日报经常发布假新闻，这个说法啊，这特朗普这说法，反正你也不能全信。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去年8月份呢，是不是在这个美西方这个西方政客对吧，还有乌克兰再三这个请求下，拜登才同意啊，乌克兰用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领土，而且我记得当时好像就限定在库尔斯克，也就是你不能打别的地方，你只能打库尔斯克，还有一个叫克里米亚。因为在他们理解，这克里米亚和乌东四州那都是乌克兰的领土，那倒无所谓，本来就可以打，所以打击俄罗斯的领土只限定在库尔斯克这一块。我有印象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报道，什么海马斯啊，对吧？风暴阴影啊，又炸了苏甲市啊，又炸了什么车臣的抖音部队的总部啊，等等，对吧？都在库尔斯。那后来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专门跑去找特朗普商量啊，说授权乌克兰用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其他地方，就纵深。大家记得还有印象，莫尔茨专门跑去白宫了，找了特朗普，但是没有得到允许，也就是特朗普他不松口。后来我估计啊，跟这个事有关，所以莫尔茨啊，他那个德国的金牛座就一直也给不了，后来只好啊另辟蹊径，帮乌克兰自己搞他的这个远程武器，什么火烈鸟，对吧？什么佩克这些远程武器。那现在对吧？昨天乌克兰用这些武器啊，打击了俄罗斯的叫比尔格莱德，对吧？还有其他的俄罗斯领土。昨天我在节目说过了啊，这是一个象征。然后这个美国的媒体就说这是特朗普同意的，特朗普马上辟谣啊，这不是我同意的，就不要屎盆子不要扣我头上，跟我没关系。那意思就是特朗普马上把自己摘干净啊，生怕得罪了普京啊，对吧？我昨天节目说了嘛，这个用风暴阴影啊，用这个斯卡普陆军战术导弹打击这个比尔格莱德，这已经啊越界了，这是一个标志。结果这个美国媒体马上，华尔街日报马上就说啊，这是特朗普同意的，特朗普授权了，特朗普马上辟谣说跟我没关系。你看看，说明特朗普还是害怕普京啊，不想得罪普京。但是事实上，乌克兰炸不也炸了吗？对吧？随便炸比尔格莱德，哪儿普京只能装作不知道，他还能怎么着呢？但是就这样啊，特朗普的害怕，不敢承认，他也不敢背这责任，对吧？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啊。从这儿啊，能看出这个特朗普的这些小心思啊，确实啊，害怕得罪
对吧？普京一个电话过去，战斧导弹是暂时给不了了。特朗普说了啊，给不了不是因为普京吓唬他，而是因为这个战斧导弹呢，说培训就要半年1年的啊，然后这个你现在用的话，那得是我们美国军人去用，那就相当于我们美国下场了。我们现在不能那么做。你看这理由都完美。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印度啊，已经决定大幅削减俄罗斯石油的进口。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啊10月23号援引路透社的报道说，消息人士称啊，印度炼油商准备大幅削减俄罗斯原油进口，以遵守美国对2家主要俄罗斯石油生产商实施的新制裁。这一举动可能会消除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主要障碍。这个特朗普好像说啊，也给印度啊要这个关税要下调了，就是因为这个印度啊现在已经决定削减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所以说这个贝森特这个制裁还是很厉害的。关键贝森特还说了，后面还有啊，这是开胃菜。所以说另外一个印度啊，差不多见好就收吧。这个印度啊，它减少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进口的话，会导致俄罗斯每天150万桶石油的这个销量损失啊。当然了，这个也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啊。怪不得这个梅德韦杰夫啊气急败坏，对吧？所以说未来啊，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能源行业这个惨状是可以预见的。这个俄罗斯的冶金行业啊，因制裁损失1/3出口额。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称啊，俄罗斯冶金行业因制裁损失1/3出口额后，正经历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该机构指出啊，该行业是俄罗斯工业中最重要的非原材料部门之一，约有70万人从事该行业。冶金行业占俄罗斯工业产出的近1/5。那这些冶金行业啊，恐怕面临着破产倒闭停产。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这个停滞，面临崩溃，俄罗斯的这个汽油、柴油，对吧？供应不足，俄罗斯的物价上涨，俄罗斯的冬天啊越来越冷，俄罗斯的老百姓啊现在已经开始叫蠢蠢欲动，不稳定因素啊正在俄罗斯蔓延，也就是普京不得不面对俄罗斯内部问题。简而言之啊，俄罗斯的反战情绪啊已经从地下不满开始蔓延到社会上，已经有俄罗斯人呢公开表达走上街头啊反战，这样的行为啊会越来越多。最近啊，一名在圣彼得堡演唱的反战歌手被俄罗斯警方逮捕后，大批俄罗斯青年群起抗议。就我相信啊，乌克兰就这么坚持下去，这个俄罗斯国内啊问题会越来越严。普京啊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安心的打仗了，他还要照顾到后方的情绪啊。甘蔗没有2头甜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普京啊再厉害也很难平衡前线和后方的之间的矛盾啊和冲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